你今日話呢，用轉盤轉到啲乜，咁就用啲乜。OK。先由地圖開始。大壩。OK。另外一個難度，機密定係常規呢？常規有啲冇難度。OK， 然後槍嘅類型，輕機槍。OK， 然後就係輕機槍要揀啲乜槍？OK， 然後就係用人，有啲英雄。老黑牧羊人，然就係甲。一套 OK， 蘇間直接嚟到呢度，直接玩一套。我先買呢個，然後買呢個。輕機槍呢一個買。我戰備已經好高啦，因為我哋冇揀呢個背包同埋空掛，所以我自己嚟。戰備太高，嚟嘅少啲就得㗎啦，嚟嘅細啲。彈藥1。OK， 然後我哋抽到係老黑。我哋唔配隊友直接，係得。OK， 簡單食幾啖就得啊，有啲冇難度。我仲話機密添，想去機密。直接去大殿，唔去行政樓啦。睇下食得幾多，食得多嘅話直接付費切，食得唔多去埋遊客中心，然後先付費切，直接走。咁的。呢一局戰備全部都喺嗰個槍，個槍覺得槍
槍已經有10萬。你好。你攞唔攞？竟然冇炸到！嚇死我！呢個打我，有冇卡？冇，冇卡直接走。邊度？咁都未事。有人合走。小小客爪，再加個路啊！唔係喎，係咪兩隊打緊啊？打緊我。是一位紅狼，我甲都冇啦，先走，先跑路。你，哇後邊，狀態唔係良好。嚟啊！哇！蘇波里咁都未死，滅隊，仲冇人啊！呢個架換一下先，雖然都係碎嘅，直接爽吃，要都攞下。無需治療，無需嚟個堆。嘢啊！我個子彈已經剩返咁少，真人隊嚟。走，小電仲未食，食埋個小電。做個任務先。呢度會有一個，係呢度都會有一個。剩低用刀解決。
然後喪屍都係食得太差啦。直接開卡，沒卡，衰了。監控室，我懶都執。終於出個紙啦！終於給我出個紙了。係咪有人嚟喎？後邊經過真人隊嚟，20幾萬唔夠食，去埋遊下。救護站有個，然後 AI 冇人嚟喎，邊度啊 ？AI 哇！點知唔係 AI 嚟？哇！打佢那麼費勁的嗎？佢應該食咗佢應該食咗咩？跟住要付費錢，佢應該食咗咯。撞個人的臉上。可樂要執嘅，呢個人挺肥啊！仲有字，呢個冇喎，呢個值錢，呢個值錢啲。你臭嘅 A 啊！頭先你揾唔到，而家真人嚟咗啦，先揾到你。我先走啦嚇，我先唔打擾。下再俾你放個小麵包，俾你放個麵包食啊！你需要你執嚟食。跑啊，一路白路。路上食下先。我唯一喺 AI 開出最好嘅嘢就係金凍冰開出嘅金，其他都唔好嘅。路上唔食再要下，雖然食唔到好多，但是已經拍咗呢啲可以令觀眾更有興趣嘅片，揾吧。呢一個不對，算了。OK，今次嘅視頻就喺度，記得 like and subscribe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